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Amanda。今次帶大家嚟睇一間超級豪宅，實用面積3212尺，花園1007尺，仲有個天台612尺，係一間5房5套連電梯嘅獨立屋。呢層 Ground Floor 客飯廳分明，樓底都相當高，廚房位置都非常之闊落。花園位置可以由廚房或者客廳行出去，Skywalk 位可以泊到2架車。上到1樓呢層係3間細套房，每一間都非常之闊落，床、梳妝台同埋衣櫃想點擺都得。嚟到2樓呢一層就係2間大套房，入去睇下個主人套房先。一個巨型嘅大露台，山景，再加埋有埋個衣帽間，浴室位置都相當大。而最後一間嘅細套房正正就喺主人房隔離，可以做書房或者辦公室。上嚟睇埋個天台，如果鍾意招呼朋友嘅就啱晒啦，可以飲下酒、食下雪茄、寫意下。如果你哋有興趣嘅話，可以隨時聯絡我。多謝你哋留意我嘅推介，拜拜。